以下这平安，即摆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啊。咱首先看第四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咱唱第1节到第3节啊。好，接咱来看第2首340首，主求你怜悯我。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3节、甲第6节。煞接咱来看324首，我最激动为你提词。咱唱第1节、第2节、第3节、甲第6节，好，来。在
上赢，尾仔上赢，386首，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咱来。到这。请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上主啊，求你互阮经验你不变的听，用你的救恩祝福阮。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因为伊要互伊的子民，就是圣的子民，应允许平安欢迎。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有望的路。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互伊的阳光临到伫咱的境内。
慈爱甲信实相拄，公义甲和平相揽。信实对地发出，公义对天降落。上主赐福面，咱的土地大丰收。公义会行伫上主头前，为伊准备道路。做伙吟诗来学罗咱的主。正诗第4首，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做伙阿头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阮感谢你，你的听一直伫阮中间，无离开我。阮因为人的自私，因为人的软弱，容易甲别人有种种的纷争。虽然一直得到你的恩典，却会记来军队你，总是阮也感谢你，无放下阮。你的恩典一直甲阮同在，你的能力是个人的软弱显得完全。主啊，现在社会，阮哪来哪简单会当得到新的财物，总是阮却无教育智慧来认捌家己，叫着 IGFE， 阮看来有真侪朋友甲阮按赞。但是，阮甲别人敢有好的关系？阮敢有法着看到阮的厝边真正的需要？阮的心敢有真正的平安？求你教示阮怎样安静来到你的面前，伫无形的中间，找着内心的顺序，找着阮心中真正的平安。也因为这个平安，有智慧来看到阮的厝边。真正的需要。主啊，当阮拄着病痛的时，虽然接受治疗，当时我也因为阮的病痛来痛苦、来失志。但是主啊，阮相信，
当阮病痛的时，你一直安慰阮，互阮得到好的治疗。主啊，阮相信，当阮上软弱、上无愿望的时，你的安慰甲医治也一直伫阮身上。感谢你赏赐阮教会有你特别祝福，阮伫特殊的位置，有你赏赐好的环境甲空间，求你的疼继续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带互阮未来的愿望。主啊，阮所徛起的即个世界，阮的台湾，阮的社会，阮的教会，阮的家庭，也是阮的个人，拢有真侪挑战。总是阮相信，你带来愿望，你带来信心，你也拢无离开阮。阮也愿意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做伙来祈祷。阮相信你的疼，你的应允，你的恩典，拢超过阮会当想象的。你会带互阮新的眼光，新的看见，伫未来看到新的愿望。这是大家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坐下来祈祷讲：阮是你的爸，阮是你的名字，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你的日星伫天里，阮是你的国阮，下的阮的国父，是阮下的国阮的人，有你传阮一次。有阮的日歹，美国万年永更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篇，启应文33篇，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水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有你出嘴。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四口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惹食。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带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大概因圣诗340首，圣诗340首，主求你怜悯我，请大家做伙一起来唱。
请坐。大家来祈祷。主啊，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你的圣神来更新阮的生命，你的圣神来提醒阮，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爱时时来追求你的话语，同心来向你祈祷。主啊，阮也感谢你，面对充满变化的未来，阮有犹豫，阮也有惊吓，阮无把握会当做正确决定，总是对你来信心，对你来仰望，互阮会当徛在无惊，我会当有够业的智慧明白什么是真实，做出正确的决定。愿感谢你。对牧师的讲道，透过圣经的话语，阮重新看家己的处境，重新看家己未来的道路，也求你一直提醒阮，无论阮的家庭也是教会，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我也恳求你，互阮会当伫祈祷中来监察阮家己，伫属罗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大家重新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容易骄傲的所在，我会当明白，阮拢是有罪的人，阮也愿意伫你的面前重新来甲你利用，搁一摆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大家来共读圣经，圣经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第21节，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第21节。义人受毁灭，无人关心；敬虔的人性命受处毒，无人注意；义人受处毒，通脱离灾难；行为正直的人会进入安宁，伫眠床安然过往。人才会行城述，查某人会行字。奸夫甲妓女的后代，拢进前来。恁地戏人啥人？恁对啥人开喙吐舌？恁敢毋是背逆的囝儿？敢毋是白菜的后代？恁伫上树中间，伫青翠的树下面，着火攻心。恁伫山谷伫石遐，害恁的囡仔做生礼。献互偶像，你伫山谷中下光骨的石头做神明拜，甲因倒酒献祭。恁想这代志，我减会容允。恁伫关国徛的山顶，伫眠床行人，恁上去遐献祭。恁伫门后，伫门条边，害人形的像。恁放杀我，身躯烫光光，甲爱人爬去大顶眠床，用约定的价钱斗阵困，满足恁的肉欲。你带油，甲真济香水去拜摩洛，为着要找神明来拜。恁找使者去天边海角，甚至落甲阴府。恁行真远的路，真野线。毋过也无死心，恁想讲会当对恁的生命重新迄着元气，所以无感觉野善。恁伫惊啥人煞伫讲白惨？恁竟然袂记得我，无甲我藏伫心内，我会伫无讲话，目睭藏火火，恁就毋惊我是无？我要公开恁自称是正义的行为，
的真相，遮个对你拢无利益。恁哀叫的时，就叫遐个偶像来救恁，讲会甲因找了了，鬼会甲因分散去。毋过投靠我的人会得到应允的土地，会当新接我的圣山。上主讲，着建造，着建造，为着要转来的子民开一条大路，带开路里所有的阻碍。至悬无上，永远存在，称做神圣的上帝，因为安尼讲。我住伫至悬至圣的所在，嘛甲新痛悔谦卑的人做伙大。我要互谦卑的人心灵醒起来，互心痛悔的人心神活起来。我袂继续放过因，嘛袂永远对因生气。我互人的心灵随人，嘛会当互人有活命，因为因贪恋的罪，我有对因生气，所以我处罚因，击杀因。毋过因继续回力，行家己的路。我有看见因的所行，要久会甲因医治。我会引带因，帮助因，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互忧伤的人欢喜唱歌来娱乐，我要赐平安欢迎互远甲近的人。我阁要医治我的子民。上主阁讲，毋过社的人亲像海涌，翻来翻去，拢袂平静。海水一直沁出难送的土霉，社的人无平安。我的上帝安尼宣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下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希曼诗班用诗歌带领咱的礼拜，打我爱羔羊，披日乌路。
讲道。下下这台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感谢阿十四班今仔日通过这首打我的保佑弥勒阿罗来带领咱来敬拜。这首诗是这个音乐家辛迪伊通过1873年迄当时的一首真有名的诗歌，华语甲翻译做《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通过这首诗歌的副歌，所创作一首有新有旧结合的诗歌。这个诗歌一讲起，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生命的故事，也是讲见证，也要告别一世人要阿罗甲服侍救主耶稣。所以这是一首新旧连结的一首诗歌。会帮助人有迄个历史感，会通伫时代中间来做见证。今仔日咱所读到以赛亚书57章，这顶礼拜教牧师带领咱进入这个以赛亚的这个第3以赛亚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犹太人已经对巴比伦归回，转来到伫耶路撒冷。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因需要伫遐来重建。但是犹太人伫政治上虽然是得到讨棒，但是现实上无有代表的王朝，无有真正的主权，甚至经济嘛无法度发展。土地迄当时集中伫原本当地遐个人的身躯顶。所以，转来的人因无土地，因的债务嘛压甲真重。社会迄当时，逐个人懵懵渺渺，面对未来，其实因充满侪的惊吓。因咧面对的，毋是伫受掠时期外部的这个压迫，因已经转来啊。但是因的内部却是安怎？那亲像要放弃共款，所以以赛亚书57章就是咧反映，这个归回了后，人民伫耶路撒冷要安怎重建因的国家？因伫迄当时灵性亚神，这个群体的中间出现真严重的分裂。这个问题毋是伫帝国，真理的指出，这是伫人的心内。人的心内太低到安尼，一个国家要定心来建国的时阵，因伫遐有拄着什么款的恶担当？咱来看第1节甲第2节，遮所描写的，甚至先指出，迄当时的社会出现一种社会上的一个气氛。伊直接讲。义人受毁灭，无人关心。这个毁灭原本是咧讲死亡，义人的死亡，无人放伫伊的心上啦。这毋是咧讲单纯的这个丧礼，讲拢无人去参加，毋是即种的。这是咧讲义人死的时阵，人无放伫心内，也是讲人民无重视公义啦。因为一个无重视公义的社会。是无有未来的。伫圣经内面，才爱讲处决，就是讲受上帝接纳的意思。这义人受上帝安怎？你不爱我手夺转来，上帝要互这义人得到上帝的固守，免遭受到更较大的败坏。所以即句话，互咱看到，这个社会已经失去分别。义人的能力，这叫做道德麻痹啦。无人要紧历史的真相，无人要紧义人伊所活出的一种公义的价值。所以，当一个社会对公义、正直心内无感受的时阵，迄是一个社会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咱若反省伫咱台湾，咱看到迄个2月初2，
这位册里是林义雄上生日生日呢。迄个电影《世纪血案》伊放映的迄个记者会，迄天的举行呢。电影咧讲起，讲吼啊，这是改编自1980年2月28日林义雄先生厝内所发生的血案。但是这个电影敢有经过家属的同意？无啦，甚至将凶手诬赖予已经过身的署名乌里桑，所以引起社会上侪人的愤慨。真侪人迄阵时才知影讲，哦，原来台湾捌发生第2摆的228，就是林家这个灭门血案。伫这个228假期中间，我看到新闻的报道，有2000多人走去景美人权园区，伫遐进行民主补课。连过去参加228大游行的人数，过去拢300-400人、500人，后来增加，今年2000多人行上街头伫遐游行。咱教会，咱228的时阵，咱嘛会敲钟，咱敲39下，我捌讲过。因为耶稣受这个帝国掠的时阵，伊是一个政治犯。罗马帝国掠耶稣是鞭拍39下啦，就是咱咧敲39下，其实就是咧纪念无辜的义人受遭灭。若是无人纪念的时阵，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同款，义人受毁灭，无人关心。咱敢会当做即款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纪念。所以咱伫2月28敲钟礼拜，迄天嘛真侪人来教会补课啦。大礼拜堂内面坐满满，甚至前一暝七星中会、台北中会、阿美中会等等，伫咱教会举行的228的纪念礼拜，嘛是安怎？坐甲满满，这互我看到，互我感受到，台湾社会对伫无辜的义人死去，还是讲对无辜的人死去，无有麻痹，只是过去这个事件，统治者甲暗藏这个真实，教科书无要教，但是今仔日，大家人拢知影过去台湾发生这个悲惨的事件，想要慢慢去认捌。咱台湾历史的真相，若是讲伊真做一个社会罕有的物件，就是讲社会无重视公义，无重视真相，因为这个社会，这个生命的共同体，就是危险啊，危机就来啊。什么款的危机？伫这第20继续要甲咱讲起，讲行为正直的人会进入安宁啦，倒伫眠床顶安然过往。这约翰加尔文咧解说遮的时阵，伊咧讲起这个眠床，毋是干那指坟墓，伊是咧指一种安息的状况。义人的梦毋是失败，义人是上帝要互伊得到安息，因为上帝一定会为着义人来伸冤。所以加尔文解说。上帝有当时将伊的罗卜接去，是因为不爱互伊看见拄着搁较大的这个邪恶。所以加尔文记马丁路德做例，伊讲马丁路德死了后，好佳在伊较早死。为什么？因为伊无看到宗教改革后来受的大迫害。所以加尔文咧提醒，咱莫用世俗的眼光来理解死亡。咱爱伫上帝的治理内面，咱爱知影，义人的死有当时这是上帝一种恩典的保护，但是搁较要紧的是上帝要为义人伸冤啊！咱活地的人都爱诚做迄个伸冤的人。煞者咱来看第30甲13节，遮所描写的，因为社会无公义，因为逐个人对公义无放伫心内，这个社会已经安怎无有价值啊，无价值观啊，
所以伫即款无价值的中间，先知阁继续指出，会指出啥物？指出迄当时宗教上的偏差、灵性的危机。因为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人民，因一开始的时阵本来是充满愿望的，想讲结束流亡转来到伫故乡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想讲弥赛亚会出现，想讲国家会当恢复，但是数十年过去，现实拢无实现，无有新的王朝，无有即个因的自主，因犹原是波斯帝国一个小小的省，弥赛亚嘛无出现，救恩哪亲像延迟。来转来到伫故乡，我家己无土地，因为土地拢互人摕去所以活袂落去。人是野生，无愿望。伫即款的背景下底，信仰开始走精。圣经内面第3节安怎讲？讲恁遮会行邪术的查某人的囝儿、奸夫甲妓女的后代，拢进前来。这毋是一个单纯的责备，先知指出，迄当时这个信仰群体出问题啦。因为迄当时归回了后，因伫迄个不安的中间，生活袂得过的中间，去看到讲留伫当地的人拢去拜迦南的神明拜遐个神明，反倒转会通快活生活。所以因嘛想要安怎去对人的信仰，所以因开始伫迄个所在去对迦南人的宗教信仰。圣经伫遮咧描写讲，因到伫青翠的树仔骹，这青翠的树仔骹其实是咧指迄当时迦南人因咧祭拜，拢是伫树骹的意思。因用这个石头去贴石来做祭场，所以将这个自然生产的力量来加上结合迄个宗教的想象因伫遐来完成因的仪式，想讲通过安尼来拜迦南的神明，因会通得到大的祝福。古早时阵是因咧拜巴力，但是伫遮的时阵，转来的时阵，犹原伫遐追求迦南的信仰，真理即只批判毋是即个宗教的风俗，伊是用婚姻甲淫乱的语言来描写。因为圣经内面咧讲起人甲上帝的立约，就若亲像婚姻的立约共款，是袂当淫乱的，袂当混乱的。但是遮个人民离开上帝，去超找其他的神明，就若亲像伫婚姻中间的背叛。所以伫这个爱尔兰的神学家 K.T. 伊伫遮指出，讲先知伫遮透露一种更较深的腐败，就是宗教、政治甲权力等等遮的败坏。伫遐关山的这个青翠的树仔骹的仪式，伊毋干那是一种宗教的崇拜，乃是一种政治交织做阵的一种的败坏。所以宗教已经毋是对上帝的忠实，乃是安怎？望我会当通过安尼来操纵，我看会当得到好业无？会当生产得到丰富丰收无？咱来看第5节，安尼讲，伊讲，恁伫山谷伫石迄，杀恁的囡仔做生礼献互偶像。哇，这就是互咱看到，亲像创世纪的时阵，亚伯拉罕想要来杀伊的囝来献互神共款，但是上帝甲阻挡，因为咱的上帝无要用人的性命做祭，来做祭物，来杀掉，来烧掉。这款的信仰，真夭寿的信仰，迄是伫当时迦南地没落的崇拜有关。
摩洛是阿文甲腓尼基地区的神啊，因相信献囡仔做活祭，会通安怎改变你的命运。哇，这是真夭寿的代志，这是非常极端的。所以先知直接指出一个事实，因安怎散甲惊着啊？因伫遐，因会惊吓，所以因会去斗四界乌白吹。所以先知直接用着这个极端，就是讲有人甚至杀家己的囝，要献予偶像。你去青翠的树骹献祭，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竟然搁较极端去学习，去敬拜摩洛这个假神的方式，要杀家己的囝，人活袂落去啊！行到一个极端，因认为未来无法度控制，因无安全啦，因会惊吓，致到因去拜这的偶像。所以这毋是单纯去追求其他偶像的问题，迄是出在一种惊吓。这个惊吓嘛，包括出现伫政治层面，因为第9节咱来看，第9节咧讲，恁带油甲真侪香水去拜摩洛，这个摩洛原本的意思是王啦，所以有相同的意思。一个拜摩洛这个神，嘛有可能会指外邦的君王。换一句话，人民伫宗教上已经安怎学习异教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伫政治上嘛去敲找王外邦的王来保护。所以这段经文的暗示。无论是外交的结合、宗教的妥协，人民一边拜无同款的神，一边在寻求外国的势力来保护，互因感受迄个安全啦。这是宗教甲政治套揽做阵，想要生存落去的方式。咱来当理解迄当时这个历史的处境，咱就会当明白因。看路的来源、惊吓的来源是啥物？因为通过这个考古甲历史的研究，几回的时期，犹太人的社会真脆弱，耶路撒冷人口其实是真少的，农业的生产不足，土地集中伫当地少数的地主顶头，所以有真侪人转来了后，因无法度生存，无法度种作。因甚至安怎有的人，搁将家己压做奴隶，卖互别人啦。这是《尼希米记》第5章所描写的，因所拄着的经济压迫的情形就是安尼。所以因归回了后，无看到弥赛亚，因的生活差不多活袂落去。人伫即款的惊吓、信心。摇动，现实的生活充满极大的无安全感，所以先知直接批判的，毋是对这个迷信出发，因乃是会讲起，恁伫惊吓中间，信仰去妥协，所以整个经文，咱来看11节咧讲，恁咧惊啥人咧讲白贼？恁咧惊啥物啦？恁咧惊啥物？你竟然袂记我，无甲我藏伫心内啦。所以这先知伊指出社会上上要紧的问题，就是惊吓。咱若看着惊吓这字，咱台湾，敢有人会惊吓讲哦，中国太强诶，惊到要死诶。哦，咱投降好啊，咱来做伊诶奴隶好啊。过去可能即种声音真济啦，但是即回我看到中国的雷达伊安怎，若像青梅，飞弹射一半落落来。我想真侪人拢知影讲哦，迄拢纸糊的啦，啊纸糊的，咱就免惊啦。愈侪人知影，咱
要攻击咱的人是怎过的，安尼咱就毋惊。咱就做咱应该做的，保护咱的土地、咱的家庭、咱的社会。所以，迄个惊吓，敢有人会去安怎去世界伫遐，想要来找求神明啊，啥物？但是伫遮先伫讲，恁既然无将我放伫心内啦，换一句话，咱的心，上帝心内要紧的是啥物？就是一开始就喺甲咱讲啊，敢毋是？义人的死，无人放伫心内。上要紧的价值是公义。箴言内底嘛讲，公义，互一个国家安怎会当兴起啦？无有公义，迄个国是败坏。所以问题伫遮是安怎？人民毋是毋知影上帝是因为安怎？因受过惊吓。因对上帝信心失去啦，所以迄个罪的根源毋是单纯道德的败坏，伊的罪是安怎？是惊吓。为什么罪是惊吓？因为迄叫做对上帝的信心无够热。当人惊吓，伊就安怎？想要来讨协，要甲一个神明来讨协，有无？共产党是当做家己是神明呢，但是你要去甲讨协，安尼就安怎？请鬼提药单，敢毋是？所以当人感觉讲啊，问题无法度未来无清楚的时阵，咱的信心危机惊吓的时阵，你会想讲要来去找迄个安全感啦。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布格曼伊咧提醒，伊讲吼，这个五常崇拜的本质是啥物？讲错置的安全感啦，还讲错置的依赖啦。你要挖靠的是上帝，上帝价值是行公义、好人品，但是你对这项代志安怎，拢无要紧。你一个社会无要紧，公义无要紧，人品代表你的心内无上帝，敢毋是安尼？所以，迄当时的社会出现即款的问题。先知伫遐来指出，这个五常毋是干那插头、石头所雕刻的，五常是互迄当时的人正做一个终极倚靠的物件啦。你将你的安全、你的倚靠放伫啥物所在？有的可能是安怎？靠中国吼，有的人可能是靠啥物？靠你的财富。靠你的地位等等，但是我要讲的，这个上帝予你的财富也好，权力也好，迄拢是上帝予你的恩赐，是一种工具。你的工具毋是称做你的神，你的神应该只有上帝。你若真正信靠上帝，你就安怎爱活出上帝国的价值，迄个公义就爱活出来，一个社会。对义人的死，对无辜的人的死，无放伫心内，这个社会是安怎败坏？毋是上帝所卖的。上帝爱咱行公义、好人品，爱咱行上帝国，这条路是咱的号条。所以咱伫一代一代，咱活伫世间偌久毋知，总是上帝予我活咧。就是安怎爱去促进上帝的国。伫这13节安尼讲起，伊带出一个真讽刺的话，讲啊，恁哀求的时阵，就求叫遐个五常来救恁啦。风会甲因吹了了，气会甲因分散去。这是一个真有画面的，就是讲吼，人辛苦所建立起来遐个保障，看起来哪亲像是真坚固。但是安怎？迄个风一吹，就是去了了啊！所以权力会改变啦，经济会放弃啦，政治的联盟会安怎？会破裂啦！你啊看中国，毋是甲迄个委内瑞拉、甲伊朗等等去签哦，你有事就是我有事啊，签约啊，结果安怎？拍牌，美国甲拍牌了，伊拢毋敢讲话。所以，迄个签约是签假啦，
签假的。所以咱看到这个13节的画面真特别，风吹了了，气本就散去啊。所以权力会改变，经济会崩溃，政治联盟嘛是安怎会散去？过去看起来亲像真坚固，但是往往这比风搁较脆弱。这段经文嘛，诚实会问一个问题：咱真正的倚靠是啥物人？我们真正的依靠是谁？人若伫顺境的时阵，甲要倚靠上帝，安尼其实伊的信仰还未经过考验啦。真正的信仰，就是伫拄着患难的时阵，无确定的时刻，悠然知影我是属于上帝。像今仔日阿萨斯班所吟的诗，从这首诗是安怎？旧的永恒的确据，甲啥物？甲迄个新的歌连接起来，是一种传承。连结，互咱知影，咱的信仰是安怎？过去的一代安怎坚持，安怎倚靠上帝？咱伫这代，咱悠然要来保养上帝，要来服侍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真正的倚靠是啥物人？是上帝啊，是上帝。但是人真容易去超找。代替上帝的物件，先知咧甲咱讲，你要取代摕物件取代上帝，啊，遐个拢安怎？风一吹就散了了啊！这段经文其实毋是一个单纯的审判，乃是一种咱讲呼唤、呼吁，就是讲惊吓的人啊，心内爱回转啊！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毋通将咱的寄望放伫暂时的保障啦。咱来将咱的性命、咱的信仰放伫真正上帝的顶头，无搁惊吓。这就是先知所要呼吁的。你甲想看卖，受掠转来的百姓惊吓惊干怎？遐有神就想去找，遐安怎杀囡仔献祭，伊嘛想要去学啦。总是伫黑暗的时代，先知咧讲，上帝是安怎，咱永远的保障啦。咱要安怎做？咱要安怎做？咱来看14节到19节，这就是先知所讲的，咱要安怎做？但是毋是咱做咧，圣经内面讲啥？迄是上帝咧做呢，因为遮迄讲起，讲哦，着爱建造，着建造，为着要转来子民开一条大路，刷开路里所有的阻碍。上帝要来刷开遐个阻碍啦，甚至上帝要安怎，甲遮个人民做伙徛起啦，因为15节遐讲。我住伫至悬至圣的所在，嘛要甲心痛悔谦卑的人做伙大人。啊，上帝要甲人做伙大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这个经文才有画面，讲归回的人转来，想要来起圣殿去围墙，那就有历史地当恢复。但是先知真正提醒。真正需要刷开的是啥物？毋是城市街路上的道路啦，乃是心灵的道路。阻碍人转来到上帝面头前，毋是遮个外在的环境，是人内心的骄傲、惊吓，甚至去超找其他的外在的物件，生命等等遮个。所以先知。会讲起，讲即位住伫至悬圣所的所在，上帝嘛怎？伊要甲心内痛悔的人相较大。所以一方面，上帝是至悬的上帝，另外嘛，互咱知影，
伊是历史的主宰，伊毋是某一个地方的神明啊，伊嘛毋是人类文化的中间会当去操纵的宗教力量。上帝伊家己做出决定，伊安怎决定？伊的讲起，伊要甲遮个谦卑的人安怎放火的人三角大，这是上帝伊的应允。所以这段经文会互咱看到，咱有当时将上帝亲像安怎缩小成做一个地方的神明共款，那亲像迄敢若是犹太人的神明共款，但是伫遮，互咱看到，先知所讲的上帝是安怎？伫远的所在，上帝安怎嘛是掌权；伫近的所在，上帝嘛掌权。这个瓦特布格们伊形容，这叫啥？神圣的悖论，就是矛盾啦，精神的矛盾，也是讲讲袂通啦。咱看起来讲袂通，这个至权的上帝，竟然安怎选择伫破碎的人的中间来徛起，这太讲袂通。啊，咱若看到新约，上帝安怎道成肉体，敢毋是？道成肉体，高高在上的神，成做人来到世间。这拄拄是这段经文所互咱看到的，真正的救恩是后来耶稣基督屈过家己甲人三角徛起，所以真正起因上帝的临在，毋是人的成功啦，是人的谦卑。所以这段经文是讲哦，你忧伤痛悔，上帝要甲因三角伫地。毋是讲哦，你今仔日趁大钱啊，上帝甲你三角伫咧，毋是。所以上帝临在，毋是人的成功，是因为人的谦卑。这拄拄拍这个成功神学啦，因为成功神学拢会讲起安怎建筑物爱真大，阮的设备爱偌好，拄偌赞。但是先知却讲，对心灵忧伤谦卑开始做起。一个人承认家己的破碎，上帝就伫什么人的身躯顶做工。什么人感觉家己无够业，袂堪得，上帝就伫伊的身躯顶会做工。咱来看17节，才用一个真关键的字，叫啥？贪恋。这个贪恋毋是咧讲起迄道德问题而已，乃是讲起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因为历史的研究发现，归回了后，犹太的社会出现真严重的阶级分化。咱若讲起土地游园是少数迄当时的地主，土地拢伫伊的手头。真侪人转来无土地好经做，因真侪人转来拢有债务，因为有可能因做奴隶的时阵欠的嘛无济。转来到伫厝已经安怎开了，大家拢是负债，甚至有诶安怎爱去做奴隶去还这个负债。咱若讲起这个尼希米第5章，就咧讲起即款经济压迫。伫迄第5章诶中间，有咧讲起人民将因诶查某囝抵押予好业诶人，是为了安怎生存啊？这讲起来就是卖查某囝。人民想要来重建圣殿，但是社会却无公义，宗教生活恢复啊，但是正义无恢复，所以这种情形伫迄个时代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第3以赛亚真清楚，将这个经济无公义的代志，当作是一种灵性的问题。这个社会若经济无公义，就是这个社会灵性出了问题。先知伫遐指出，讲信仰毋干那是看这个敬拜的仪式，乃是看整个的社会处事敢有反映出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对人民的指责，
咱莫停留伫迄个外在迄个拜偶像，要紧的是拜偶像的背后是因的囝兄，因的囝兄，所以因去黑白找神啦。但是搁较要紧的是社会上无有公义啦。所以18节，上帝才悠然讲出一个真，互人感觉真惊吓的话。伊讲：我有看到因的所行，上帝拢看在眼内。但是18节继续安尼讲，夭骨会甲因医治啦。哇！即句话非常极大的恩典。上帝毋是讲哦，恁惨啊，恁惨啊，我要安怎毁灭，亲像毁灭索多玛共款。无呢，上帝竟然伫遮已经安尼讲，夭骨会甲因医治啦。上帝无放弃，咱敢会当自我放弃？袂当。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最后经文内面要讲出一个宣告，讲我要赐平安，欢迎互远甲近的人。这个平安，原文内底讲社拢，社拢这个意思，并毋是讲无冲突，乃是讲一种完整、恢复关系、和好的关系的处事。人甲人中间有好的关系，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甚至社会嘛会当有一个真水的关系，和好的关系。即句话上是提到远的人甲近的人，你有想到啥物无？远甲近意思安怎？不分你我啦。这已经是一个普世性的眼界。救赎毋是干那互恁一定一小撮的犹太人，在中国做爱讲台独是一小撮的人，哦，毋是给你一小撮呢。救赎是毋是互一部分的人，乃是要安怎？互远的人、近的人，拢会通去感受到上帝的平安啦。迄个远甲近，咱嘛会当甲理解成做一种疏离啦。这个人含你坐伫边啊，但是安怎有可能伊的心甲你安怎是远，有可能有啊。一个人住伫美国，但是你甲伊的心有可能安怎近无？有啊。所以不在于距离啦，而在于和好啦，关系的和好。所以先知伫遮所讲的，上帝要赏赐迄个平安，要邀请咱进入迄个平安。使徒保罗伫以弗所书2章17节，伊嘛共款引用共款的思想。伊讲基督要将远的所在、远的人甲近的人，上时阵带入和平的中间。以弗所书2章17节，这真正的平安，毋是安怎政治上，嘛毋是外交上，乃是一种性命和好的关系。所以我时常爱讲，好的关系会带来祝福。迄个好的关系是你甲上帝好的关系，你甲人有好的关系，会通带来祝福。所以因此，这个14、19、21段一个真要紧的信息，要互咱知影。真正的复兴，毋是对你的权力开始，乃是对个啥？对谦卑开始。谦卑将上帝放伫你生命的第一位。接着咱来看20节到21节，先知伫遮最后2节的中间，用一个真咱讲生动的画面来做结束啦。因为伊安尼讲，邪恶的人亲像海涌，讲翻来覆去，拢袂平静，海水一直冲出来，冲出垃圾的土霉，邪恶的人无平安。这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因为大海混沌，迄是一种无受控制的邪恶的力量。那像创世纪一开始第1章所描写，但是先知伫遮，互咱看到这个现象：邪恶的人，伊的心内无有平安，甚至伊安怎？伊所生活的环境，亲像垃圾的土霉，一点搁一点起来，
所以当人将性命放伫错误的瓦壳顶头，伊的内心就哪亲像安怎做风台共款。啊，遐嘛不安，遐嘛想要掠，这个庙拜了，搁想要拜迄个庙，想讲带一个无拜着共款。但是这甲19节做一个真明显的对比。19节讲，我要赐平安，互远甲近的人，迄是一种对上帝来的平安。邪恶的人无法度有平安，因为因无法度谦卑，将因的心挖靠互上帝。咱个想看卖，今仔日即章带互咱啥物要紧的反省？我想第一个反省要甲咱分享的，真正的平安，毋是出自权力，也是制度，乃是出自甲上帝和好的性命。所以咱来看19节甲即个后壁20节，先知所描写的，一个心内是安怎充满平安，一个心内是充满迄个五彩的海涌共款。这就是咧，互咱看到偶像崇拜的本质，其实是安怎？要讲错置的安全感。你要将你的安全寄托伫什么所在？毋是寄托伫威权极权的人的手。在过去台湾差一点仔，就安尼做啊。先知真正要讲起，真正要归回是啥物？毋是地理位置的归回，乃是心内。出埃及的记载，以色列人随亡出埃及，但是侪人犹原心搁留伫埃及，他们还有那个奴隶的记忆啦。因为被洗脑，互人洗脑嘛，啊，你着努力做了习惯啦，所以你无想要得到讨饭，无想要得到自由。同款的犹太人离开巴比伦，转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心内却活伫巴比伦迄个惊吓，想要安怎挖靠因的迄当时的神明也好，还是讲因的主人也好。所以咱要知影，真正的归回，毋是地理的位置的移动，乃是心灵的转回啦。所以离开埃及，无代表心就离开埃及；离开巴比伦，嘛无代表伊的心就离开巴比伦。所以人毋通阁去安怎挖靠遐个虚假的，即款的信仰的见证，咱卖当伫台湾的历史中间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讲起林义雄先生的厝内所发生的黑暗。迄当时黑暗发生了后，林义雄一家陷落真极大的悲伤、困苦，甚至安怎？因太太要去食头路衫，拢互人挡啊！因为去找后壁敬重的就来，啊，伊啥物人你敢互伊做？啊，这足侪白色恐怖的人，足侪拄着，所以咱总会当时甲成立一个协会，叫做妇女展业协会、妇女产业协会，就是咧帮助遮的政治受难者的女性，恁去做物件，通过教会来卖来帮助。负责就是即回我带即个228，即个拍字吼，即个胸章。协助甲会长，吼，咱的会友会长伫加拿大北美做做的共款，所以是妇展协会出来协助即项代志。这个部分就是要互咱知影，林义雄先生迄当时因陷落伫极其的悲伤困境，无法度生活，想讲厝卖，将迄个叛军送去美国。但是无钱啊，要安怎？因想到的就是安怎将即间厝卖掉。发生命案，伫台湾人的文化，凶宅敢卖出去？卖会出去嘛是安怎？介绍加敢毋是？迄当时教会就出来讲，原来处理。咱用真合理的介绍，
但林义雄先生的厝买起来，买起来做教会，成立义工教会，象征上帝公义的光啦。咱若看今仔日的经文，义人受毁灭，咱的台湾社会是安怎？有人关心，毋是亲像迄当时讲的无人关心。所以迄当时买起来了后，即个原本充满艰苦、目屎的所在，成做一个祈祷、望追求公义的所在。所以侪年来，义工教会伫遐帮衬，也是讲安慰人。你敢知影义工教会迄当时成立，因为足侪敬重的拢会伫遐监视嘛。干脆安怎？你要干，就安怎？门拍开，互你看好啊。所以义工教会拢是24小时拍开的呢。你敢知影？我有一回去教会要找牧师，入去，太无人，伫遐坐，伫遐等。我问牧师讲，牧师，你教会拍开拢毋惊人来，伊甲我讲，阮教会都无去关啊，阮教会都无去关。这是义工教会啦。所以2024年的时阵，国史馆有出版一本册，叫做《义工教会相关人物的访谈录》。伊内面咧描写是讲这个教会毋干那是历史的记忆，搁较是伫一种黑暗中间悠远敲找上帝平安的见证。一个政府的国史馆甲咱写安尼呢。写这个教会是咧见证上帝平安。我最近嘛写一短的文章，会讲起咱教会迄当时，洪秀强牧师、林宗义长老，林宗义长老原本是黑名单呢。李登辉做副总统的时阵，洪秀强牧师去找伊，讲林宗义长老敢会当转来，特准回到台湾呢？伊转来了，李总统就任做总统了后，林宗义长老甲讲228，爱甲因恢复名誉。所以洪秀强牧师、林宗义长老迄当时因就成立228家属团契。228家属团契就伫遮，迄个相片我有传出去。因为我整理教会相片，我伫遐看到，迄相片，大家就是咱教会内面迄讲起，因为李登辉讲恁选无的人向我记一下名字，家属伫咱教会，伫遐怎投票，啥物人代表，5个人就去总统府。咱今仔日讲的228补偿，228基金会成立，228的国家纪念馆等等遮的。拢是迄当时家属所提出5大诉求，李登辉总统讲，我完全照做。这代志是伫咱教会发生的。咱做一个济南教会的兄弟，咱爱知影过去遐历史。所以，伫这57章，咱会通看到，真正带互这个社会，咱应该转来到伫上帝的话语顶头，先知的批判，迄当时由义人受毁灭是无人关心的，咱毋通做即款的代志。咱应该继续来关心无辜的人，咱应该继续来关心义人。这才是咱应该爱做。第二项，我要讲的是纪念义人的故事，咱就是安怎守护民主公义要紧的方式。我顶礼拜五。两天前伫上帝团契，我主理爱讲解圣经结束。张姐妈伊走来找我，张姐妈今年104岁，伊走来找我讲，牧师啊，我26岁的时阵伊讲伊拄仔结婚看到228发生的代志，伊甲我讲一句话，我遮个话若无紧留落来无人知影。伊讲牧师，我讲互你听，我讲这都爱专家来写，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台湾大学周婉瑶教授，讲周老师，阮教会有一个长辈，伊有真宝贵的口述历史，
你敢会当安排来甲考访？伊马上讲好。这真正要紧。圣经内面先知所描写的，迄毋是一个义人的死，是单是一个社会的属灵的状态。当义人消失，社会竟然安怎？无人关心，无有感觉啊，甚至无有悲哀，无有反省。这个社会已经安怎失去分别？什么是上帝的价值？当咱咧祈祷讲愿上帝的旨意伫地里，那像天里的时阵，你也无这个反省，即句话你就莫讲。因为真正，咱咧祈祷讲上帝你的旨意伫地里，就按亲像伫天里共款。这个社会若无有公义，咱就你无去关心这个，你就毋通讲即句话。因为每一遍的祈祷检查，拢对你来讲是一种安怎，甲你定罪呢？因为你爱面对你的祈祷，所以伫这个情景的内面，咱看到这个社会敢有健康，毋是看伊的经济发展，毋是看伊的制度，乃是看这个社会敢会记得过去。也为着义来受迫害的人、受苦的人，这个社会若无法度纪念义人，这个就是代表迄个社会已经失去对公义的敏感度。这历史的记忆，迄毋是为着冤仇啦，乃是要互咱社会搁较有灵性，搁较有健康。2年前。有一阵社会团体，包括我嘛有去参与，咱要去促进一个叫5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迄当时为什么去参与？咱总会嘛有去参与，就讲每年的5月19，将即天是宣布戒严的日子。迄天只有安怎纪念无放假。但是为什么要有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就是要互咱知影，历史的真相袂当放袂记，因为若放袂记的，迄个国家暴力会重演咱的民主人权的价值都无法度侵犯。但是真可惜呢，去年立法院安怎却将这个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安怎甲删除呢？什么人惊人民知影讲过去政府所做的垃圾代志，敢若独裁政府会安尼，想要来安怎将人民的记忆清掉？这拢是真值得咱去深思的所在。先知提醒咱，上帝看重义人的性命，检采在地人来看，因哪亲像互人忽略。互人放袂记的，但是圣经互咱知影，上帝犹原纪念，敢是？所以历史爱实实在在来纪念，公义才会当有根基。当这个记忆受抹除，这个社会就真困难行往公义啦。求主怜悯咱台湾，望咱台湾。行往上帝国这条道路顶头，愈行愈光明，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一张的信息，帮助阮做现在处境的反省。愿你是阮看顾阮台湾未来的道路，有上帝你看顾行往上帝国。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因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14首，圣诗314首，我做激动，袂得推辞，请大家做起来唱。
面公道的时间，为着三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设教130周年的周期专属的编辑；第二，为着八国大会召开甲教会机构的福音事工；第三，为着伊朗的宗教、军事、极权的崩解，甲人民得到自由，请大家做伙出嘴同心来祈祷。周家军一次来做结束的祈祷。至圣至高主上帝，感谢你伫130年前，差遣马介牧师、和牧师，你存心长老协助，使你台北教会真侪今日的济南教会。正兄弟姊妹开始进行今年11个世教周年的活动规划，甲专册出版，恳求主亲自带领每一个事工，恳求天父接纳每一位同工尽心尽力的付出，甲会友满心的感谢。耶稣基督，阮的主，你是教会的头。长老教会北部大会今仔日伫咧济南教会召开年会，阮伫遮同心将会议进行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圣神降临，帮助每一位参与者有一个谨慎、专心向主的心。感谢天父赐福予每一位好我口口尽忠管理教会产业的好道路。慈悲怜悯的上帝，迄种人民，特别是妇女、青年、甲细囝，长久以来受到极权政府的压迫。你是公义的主，恳求你出手解救因，帮助因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明白你才是万国的主，万王的王。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是咱来奉献是我来报告。第一，本会第2主日是预定奉献主日，若是无个人奉献地，会兄弟当行政中心也是办公室来提。第二是东京大学、九州大学师生要伫今日下晡3点来本教会参访。第三，韩国济州的南部教会伫拜一10点半来教会参访。第四，守护台湾的基督会拜5暗时1点来举行。第五，当受主日，咱教会有举行圣礼典，请大家负面心来参加。迄天嘛有接受洗礼，请若是有要洗礼，请牧师也是长老来报名来安排课程。第六，济南教会的正经学校的春季班，对顶礼拜甲即礼拜已经开始有信仰基要甲生活实践班，甲人物解决宗甲 PCT 就是台湾基督教会一班是陈牧师甲黄牧师来讲，另外就是防灾信仰的论性、非暴力沟通甲正道的侍奉以及生活韩文班，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第七是先学讲座，学以赛亚书即个新书伫拜六来举行。另外就是公共论坛，要对营销甲理性，请到电牧师来主讲，嘛是伫拜六早起，3月21号的拜六，10点到12点。另外今年的清明追思礼拜伫4月初5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举行。若是要追思已故的亲人的家庭，无论是进前有参加过，
请伫3月28号进前来办公室来登记，而且提供个人的相片、电子档甲100字以内的怀念文。另外，就是2026年的爱进行式的夫妻成长团契，请大家来报名参加。另外，就是来补充来报告，就是司马县教会有这个新鲜的草莓哦，是固伫教会中间的2卖，加30暗时9卖哦，再来登记抢购吼。哦，团契消息、告解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即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心来祈祷。请坐，即时请黄牧师来祝福甲请安。啊，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对牛这时转来张崇林甲张胜金，唔知欢迎。过来介绍是林晨宏、蔡宇威，来请起立，欢迎你们。过来介绍的这个高雨茹欢迎。咱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三个弟弟。这是三个人圣诗386首，圣诗386首，天的万国万民，今时带请黄牧师祝祷，请大家做伙起来唱。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伫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月岛闭会，请大家做伙参加地表会交易。